它是可以做到比较高饱和强度的这种打击的。现在伊朗的导弹发射车数量还是比较多的，而且伊朗的中程导弹数量呢也是在2000枚以上。如果说进行远程打击，那么以色列呢很难承受。因为呢，以色列在去年跟伊朗打了12天嘛，为什么最后能够同意停火？是因为呢，以色列和美国加起来的反导系统已经库存见底了，而在这1年时间里边，美国和以色列呢在补弹的情况之下，就是补充消耗的这种能力是非常弱的。现在伊朗呢已经是豁出去了嘛，之前不敢用的这些导弹，舍不得用的导弹，他这次呢敢用了，因为这次是要打出气势，要打到呢美以知难而退的这种程度。头条是不借名义验广告的，那么我们就认为这个整个含义从